今日係2026年1月9號星期五，歡迎大家嚟到巨鯨交易。繼續同大家更新翻呢白銀同埋黃金嘅走勢啦。開始之前呢，留意啦，以下嘅內容呢純粹波浪理論教學嘅分析嘅啫，並唔涉及任何投資嘅用途。喺尋日嘅影片呢都同大家講咗噶啦，我哋嘅一個教學嘅示範呢，就話俾你知咧，其實呢一個嘅位置呢係一個幾明顯嘅支持區嚟嘅。懷疑佢已經中到 B 浪嘅回調比率嘅啦，0.382。大方向重複多一次，三組波段浪 A、B、C 形成一個大級別嘅 A 浪，A 浪回調 B 浪啦。首先佢已經懷疑中咗一個比率嘅啦。而家見到佢嗰個嘅趨勢咧，持續向上啦，一個比較積極同埋睇升嘅信號嚟嘅。我都係繼續睇呢個方向噶啦。如果佢呢度咧 C 浪嘅話咧，最後一組升浪嘅話，希望佢嚟緊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升幅。有會員嘅朋友啦，或者有睇 YouTube 嘅朋友，可以做翻一個嘅教學參考嘅用途啊。睇翻縮翻一個比較細 time frame 啦，又或者用翻一個30分鐘圖啦。首先要假定呢一個浪形見底咧，短線我哋希望喺呢個波段嗰度咧揾到一個類似推動浪嘅形態嘅。首先咧睇翻呢個浪形。你見到呢度咧打咗個 success 上嚟嘅，但係咧成個方向咧都比較明顯啦，佢一個比較明顯嘅推動浪嚟嘅。推動浪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啦，1、2、3、4、5有可能做一個 triple 1-2上去嘅。而家我已經可以假定咧，其實佢係做緊一個向上推升嘅浪形。短線懷疑仲有機會喺呢一個5浪嘅結構入邊嘅。咩意思咧？即係話佢有機會喺度行緊一個 expanding ending 打緊路，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5啦，打到上去啦。最壞情況咧，有機會咧呢個 B 浪咧已經見呢個2浪已經見咗底。咩意思？即係話佢可能係1啦、2、3、4、5，直接呢度 B 浪回調咗啦。而家暫時嚟講咧，得兩個方向嘅啫，一係佢就打多次落嚟，做翻個比較明顯嘅 A、B、C 浪調整啦。其次，如果真係想等個升勢咧比較明確嘅話咧，最後得翻一招噶啦。呢個亦都係我教學入邊咧經常同大家分享嘅，就係突破 VCP 係啦。突破 VCP 咧就等同於用翻前頂3浪最高點個浪頂。記住一定要拉翻一條趨勢線。如果再想準確少少嘅話咧，打開常規通道。暫時嚟講咧冇見到有任何嘅趨勢突破啦，甚至咧仲未突破前高嘅。但係咧已經有一個比較良好嘅信號，所以而家判斷黃金嘅就係懷疑 B 浪見底啦。懷疑有個升勢，但係仲未確認升勢嘅，係因為佢一個波段嘅升穿咧，必然一定要升穿個前頂，做翻個 high 一 high 同埋 high 一 low 嘅。所以如果黃金突破前面呢個頂4500蚊，咁就呢一個 C 浪咧，大機會率會發生啦。睇翻白銀啦，都同大家講過啦，同黃金嘅走勢一樣啊。尋日嘅影片都直接同你哋講啦，嗱呢一個區間係一個好重嘅支持區嚟嘅。你見到佢個升勢延續咗啦，懷疑有機會係4浪，係咪？1、2、3、4、5啦，或者做翻一個咧簡單嘅 1-2 係啦。咩意思？即係話佢有機會呢度打多個1啦、2、3、4、5 1-2嘅意思，即係佢做翻一個1、2浪做一個C 浪，我講得清楚少少啊。1浪、2浪啦、3浪、4浪、5浪做翻個 ending 打緊路，或者最悲觀數法，即係最悲觀嘅數法，意思即係佢直接1、2、3、4、5就完晒成組升浪啦。目前嘅睇法就係呢度。短線咧，其實佢已經咧喺呢一度咧有一個比較明顯嘅支持啦。尋日嗰條影片咧都同大家講過，你最簡單直接就拉條趨勢線俾佢就 OK 噶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都可以加入我哋嘅 Fantasy 炒金教學群啊，呢個講得清楚少少啦。我哋嘅會員嘅朋友嘅盈利咧都真係相當之厲害啊。睇翻一個比較出色嘅交易啦，你見到其實佢會員朋友咧有做到板嘅，啱啱晒咗單啦。盈利就5000蚊，十分之誇張。跟住呢度0.2手啊，都係板啊。直接同你哋講。盈利11000蚊，接近12000蚊美金嘅盈利，相當之誇張嘅 profit 嚟噶。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加入我哋呢個黃金教學分析群嘅話咧，
咁啊，歡迎大家留下開戶 description 欄連結啦。好，今日嘅分析咧去到呢度。